好啦，咁我哋繼續去再睇下呢一個私有化過程，因為我哋一定要追溯究竟而家呢個神話去到邊個步驟啦。我哋嘅敵人係乜嘢啦？聖經裏面所講嘅你小國究竟形成喺邊度啦？點解我哋一開始打從開始就好似呢篇信息就哇拉線又好，聖經又好，點解會特別針對美國或者係天主教或者 Freemason 咧？我哋而家慢慢睇個故事。喺1506年之後，我哋講咧，聖彼得大教堂就建立咗，去完成，俾我哋知道咧，佢哋又用多一部分去記載呢粒星啦。佢再加埋呢個獵戶座，但係你要記住點解用獵戶座去記載佢啊？因為獵戶座不嬲係代表敵基督咧。呢個就係直情以色列人拉比都知噶啦。OK， 獵戶座就係代表敵基督。咁但係天主教點解咁做？點解？如果定呢條係佢哋所掌握到嘅鎖匙。好啦，故事繼續發展咧，咁我哋就慢慢理解人類歷史啦。點解咧？因為咧喺短短13年之後，1519年咧，西班牙就照住原定計劃咧，就去喺北美洲去揾到瑪雅人啦。而實際上去到1521年嘅時候咧，佢哋打敗瑪雅人咧，就大屠殺。然後大屠殺當中，其中一個最大令歷史好震驚、好惋惜嘅，記唔記得係乜嘢啊？記唔記得係咩啊？要佢哋一嚿一嚿石，用佢哋咁多億人咧，去將呢啲嘅聖殿啊、呢啲殿啊，一嚿嚿搬翻落嚟噶嘛。但係你知唔知道點解佢哋要咁做啊？咁緊急去做啊？因為原來當時全世界唯一記載得最清楚，亦仲未變成廢墟，並且仲有一班斷千萬計嘅人咧，係 maintenance 維持得非常之好，去記載呢粒伯利恆之色嘅建築物，只有喺北美洲存在。埃及就已經成為廢堆噶啦，連獅身人現象都係泥底噶啦，明唔明啊？你會睇到梵蒂岡佢就起咗呢個聖彼得大教堂，建成佢哋自己呢一個嘅秘密啦。但係問題呢個秘密咧，仲有一啲嘅地方唔係好似我哋就係見巴比倫啦，又廢墟啦；我哋就係睇蘇丹啦，又係廢墟；我哋睇柬埔寨啊，呢啲全部嘅地方，你發覺都唔及得咧瑪雅。瑪雅係傳說當中好似神幻一樣咧，去用佢哋嘅殿去記載咩啊？咁我哋嘗試睇下瑪雅最古老嘅呢一個蒂卡爾呢個地方，呢個就係瓜地馬拉北部嘅，就係瑪雅人嘅遺跡，亦係瑪雅人喺佢哋嘅歷史當中起最高嘅建築物就喺呢一度，係佢哋最古老嘅遺跡。當然啦，而家只能夠係遺跡咧，因為拆到散晒啦嘛。但係問題佢哋最高嘅遺跡喺瑪雅人所建嘅遺跡當中係紀念乜嘢啊？原來喺當時係最完備、最完整去記載呢粒星嘅呢一啲嘅建築物就喺呢度。原來你會睇到呢一度佢哋就有一個嘅照足晒七姊妹星所起嘅一座建築物啦。嗱，呢個係個古圖嚟㗎。咁呢個就係喺佢裏邊所起嘅呢啲嘅建築物啦。你會睇到跟翻佢哋嘅裏邊嘅所謂 causeway 啊，佢哋啲路咧就直成係楞翻七姊妹星嘅。佢哋起咗7個殿。咁而家到而家嚟講，啲人都唔明點解佢有咁大笪地方起得咁逼啊？將佢，因為原因就係話咧，其實佢係起翻七姊妹星嘅形狀。然後咧，佢指住就係全個瑪雅人起個殿當中最高嘅嗰座建築物，就好似我哋所講嘅金字塔一模一樣。呢一個而家係被呢一啲嘅考古學咧話叫做 Temple 4第4個殿嚇，咁就係而家呢一個噶啦嚇。呢一個就係佢哋而家所見嘅呢啲嘅相啦。咁記住啊，呢一個所謂7個建築物咧，呢個被統稱叫做7殿廣場啊嚇，因為根本又係佢哋數都數得到噶啦已經嚇。咁而家你睇到啦，原來當時點解要拆佢哋嘅殿呢？個理由好簡單，但係仲有一個神奇嘅地方，邊個想知㗎？就係話佢哋對呢粒星嘅認識咧，係一定比普通人更加勁嘅。係而家到現時嚟講咧，都係喺歷史學上咧，俾人哋覺得係個笑話恥笑嘅係乜嘢？最大我哋曾經講過㗎啦，講瑪雅年曆。不過你冇諗到當時呢個笑話係因為瑪雅對於呢粒星嘅認識，就係瑪雅。佢哋自己預言喺邊一年嘅邊一月嘅邊一日會有一班人嚟到，佢哋嘅徽號就係十字架啊嘛。嗰班人嚟嘅時候，佢哋就會點樣啊？有得去殺啊嘛，記唔記得？瑪雅根本係冇抵擋底下就會全部被殺晒噶嘛。佢哋係點解啊？因為佢哋知道呢粒星啊嘛，佢哋知呢粒星同十字架嘅關係啊嘛。佢嘅認識係驚人到咧，係想像唔到。你知唔知道啊？所以當時而家當係個笑話，但係而家我哋正啱啱先睇埃塞俄比亞堂講呢粒星係屬於咩啊？係屬於基督教噶嘛？明唔明啊？嗰種嘅力量佢知道冇辦法抗拒嘅，因為呢粒星所帶嚟嘅國權掌管係佢哋冇辦法抗拒嘅。呢個歷史原來呢個謎終於打開咗啦！考古學家都係估下嘅，但係今日我哋親眼見到，
其實全部都係有人去想停止呢個燔祭，佢自己擁有燔祭嘅能力，但係停止其他國家用編滿又好正途嘅方法又好，佢都要停止佢哋獻燔祭。基督教就用正途，但係呢啲瑪雅用編滿，每年用幾萬人咁樣獻燔祭。而我哋知道獻俾乜嘢咧？佢哋呢啲殿係記載啲乜嘢嘅咧？但係問題故事又另一邊俾我哋睇見咧，歷史有另一個故事，神有掌管喎。邊個想知嘅？我哋就先講啦，喺1519年嘅時候咧，佢哋就去到呢一笪地方去開始殺瑪雅人啦，係咪？但係其實喺呢件事嘅之前2年咧，神就喺天主教當中製造咗一個人，呢個人就叫做馬丁路德。喺1517年咧，就係嗰1-2年，馬丁路德就走咗出嚟。而事實上我哋知道啦，就喺1520年啊，即係佢走咗出嚟之後3年，佢就咁寫一本書就講關於天主教係巴比倫嘅教會啦。咁我哋知道巴比倫係用編滿嘅方法獻燔祭嘅啦嚇。仲係獻俾伯利恆之星添啦嚇，咁而家咧喺呢件事件嘅時候咧，就發覺咧有2個嘅伏線啊，一個就係天主教嚇，即係天主教嗰陣時做緊乜嘢啊？嗰陣時佢哋起碼已經知道咧，世界上記咗呢粒星記載得最好嘅一本書就係咩啊？係聖經，所以咧喺馬丁路德走出嚟嘅時候咧，天主教已經將呢本聖經鎖咗1200年啦。1200年呢本聖經 ，OK， 咁你能夠想象馬丁路德出嚟嘅時候，佢根本就唔知道呢啲秘密，佢唔知道關於星嘅秘密，佢淨係知道關於羅馬書因信稱義呢啲嘅教導，而事實上就開始咗基督教嗱。但係佢冇理由冇理由贏到天主教，天主教掌管咗噶嘛，佢有晒呢粒星，有晒呢個權柄嗱。而家就合理啦，而家我哋一開始咪講咗一個伏線，就係關於燔祭 ，OK， 燔祭有正途有編滿嘅方法啊嘛。係咪？但係當時咧呢一班嘅基督徒咧就真正獻燔祭，藉著乜嘢啊？藉著佢哋慷慨赴義，佢哋殉道啊！佢哋就係燔祭啊！呢個豈不是喺新約教會咪有一樣？贏咗羅馬，佢哋贏咗天主教。神接受嘅燔祭當中分2條路，一條編滿嘅天主教繼續去做，但係咧基督教就係藉著佢哋呢啲殉道者嘅血，我哋。書都有寫啊，藉著去殉道者嘅血，唔知點解就搞到基督教可以出到嚟啊嘛，個個都唔知噶嘛。而家大家知未啊？大家知啦，原來殉道者嘅血點解得，係因為同燔祭嘅原則係有關。當時你諗下，根本佢哋有咩力量啫？馬丁路德出嚟，只不過將當時嘅聖經翻譯為德文啫嘛。佢做到啲咩啫？但係點解佢打敗到認識呢個星咁多嘅呢一個嘅天主教咧？咁樣佢淨係仲教導就啟示更加冇乜添，淨係得因信稱義，但係咧因為殉道咧而導致基督徒咧一代又一代嘅成長啊！而事實上靈恩出咗嚟，點解擴展得咁快？因為靈恩係可以話除馬丁路德之外喺歷史上面受最多逼迫嘅一個宗派，冇錯啦，佢哋都係獻燔祭靈恩，所以佢哋擴展甚至靈恩快過天主教嘅擴展。好啦，咁我哋睇到產生咗2邊基督教出咗嚟啦，另一邊天主教繼續點樣發生咧？天主教喺呢一個1519年啊，即係處理瑪雅呢個事件之後咧嘅大約200年度啦嚇，喺1717年咧就做咗一樣好特別嘅嘢，就係佢將聖路姆市另一個模式咧再次誕生出嚟，就係我哋稱為嘅 Freemason，其實係1717年咧去誕生出嚟。但係 Freemason 好明顯，佢哋從佢哋嘅標誌啦，我哋而家睇佢哋嘅圖啦，我哋解過佢呢啲嘅秘密啦，佢哋關於33 degree 嘅各樣呢一啲嘅嘢啦，係咪？關於佢哋對聖經嘅認識啦，我哋睇見咧佢對呢粒星嘅秘密，對呢個神話嘅認識係。就係等於天主教加聖路姆市一齊所認識，然後跟住咧喺短短嘅59年之後咧，美國就成立啦。而美國咧嘅總統咧，全部都係 Freemason。咁我哋而家所見嘅係乜嘢啊？我哋所見就係真正嘅歷史。點解佢哋成功？佢哋做緊嘅嘢係乜嘢？你會睇到呢個秘密一步一步擁有嘅人，佢哋都用唔同嘅方法去統治呢個世界。而但係問題，佢哋做嘅每一樣嘢都係將呢個秘密去冚住。而事實上，去到1670年嘅時候，牛頓就係發明世界上最微型嘅呢啲嘅望遠鏡，能夠睇到好遠咧。之後咧，我哋就發現咧，自從呢個望遠鏡、呢啲嘅望遠鏡產生之後咧，就怪啦。我哋講嘅 UFO 嘅事件出現啦，麥田圈大量出現啦，我哋講緊嘅超級強國誕生、超級銀行家誕生、超級嘅秘密社團誕生，而甚至咧去到後期咧，呢個超級強國美國 NASA 咧可以話咧，隻手去掌管晒，用人造衛星去觀察星啦，射人造衛星上太空啦，人造衛星嘅望遠鏡啦。而我哋睇下 NASA 呢啲嘅標誌，話俾我哋聽，佢想要嘅係乜嘢啊？就係呢個7嘅秘密，呢個嘅 laser，呢啲係巨石林所代表嘅嘢，同埋呢粒星嘅 laser。
明唔明啊？呢個係神話，不過好科學化喎。而歷史，我哋可以竟然從呢個神話當中去睇，原來呢個神話係人類所 keep 住最大嘅秘密，但係最可信嘅秘密。